针对中国纽约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影响咱台湾参加国际组织，最近澳洲、荷兰拢有替咱台湾发声，强调讲第2758号决议无牵涉到台湾的主权。今仔民进党的立委嘛开记者会，呼吁朝野都爱团结，做伙为台湾发声。 民进党立委拜三针对联合国2758号的决议签署议会提案书，希望国民党、民众党会当支持，斗阵拒绝中国错误解说联合国2758号的决议。民进党立委希望朝野团结，共同提出诉求，表达台湾有权利参与国际组织。透过这样的一个联署，让国际社会知道。 台湾并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而台湾应该有权利可以加入各种世界的组织。就在荷兰的国会通过了有关于2758号决议文被扭曲的同时，我们看到的是在野的两个政党他们的回应。我很遗憾的是，国民党团居然开记者会，认为这会引发台海更激烈的冲突。 面对2003年的 SARS 甲2019年新冠疫情，台湾拢因为一个中国官职无法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严重危害到台湾人民的权利。最近联合国开大会期间，国际上有真侪国家开始替台湾发声。澳洲参议会伫8月份就表达2708号决议无牵涉台湾，也那荷兰国会嘛伫9月12通过临时动议支持台湾。Het is tijd om te zorgen dat wij uitspreken met zoveel mogelijk democratische landen dat we dat isolement niet willen en dat we de deur weer open willen zetten naar deelname van Taiwan in die internationale organisaties. 国际上有愈来愈侪国家认为2708号的决议内面并无限制中华民国甲台湾袂使去参加国际会议。对此，外交部回应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甲中国无互相的关系，咱去参与国际组织是正当的权利，中国无权利阻挡。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